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7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1篇，撒母耳记下第5章第1到第10节，哥林多后书11章16到2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要小看人。一般我们说到一些人他会去看轻或是小看人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出于他的骄傲。当然出于骄傲的后面有其他不一样的原因。骄傲并不一定是因为他非常有能力、有学问或是有地位，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没有其实是心态了台湾话有一句俗语是说以前这个没有化粪池的时代，都要有人去把那个粪池的粪挖出来，然后装一半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喷出来。所以通常就是说东西不够多，就会弄水进去把它装满为什么装满？装满之后它比较不会摇。意思就是说没有的人通常会比较骄傲。如果真的饱足学问的人，学问非常饱的人，他不会这么的骄傲。当然会有一些人通常是比较没有能力的人才会那么的骄傲。也许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对自卑的一种掩饰。好了，我们可以了解说，其实有些人真的是厉害而骄傲，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不是因为厉害来骄傲。那看不起别人，或是看清某一种状态事件，这个是需要我们警醒的事情那我们从大自然的现象，或是现在全世界目前所面对这个中共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来看，有几个角度我们要来思考的。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某个高山上面发生有人失踪或是山难，通常这些人都是算是登山高手，他们常常去爬山，他们可能就觉得说没事，天气要变化了没事，然后上面会怎么样没事。那因为这样子而不小心突发的状况让他们失足产生危险那我们也常常听到说某个海域有人潜水死掉了或是发生事情了。那通常那一些人就是常常潜水的，是高手，是老手。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更有能力、更有经验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更谦卑要更谦卑。所以都是因为自己太有自信、太骄傲、太看清你所处在的这个处境出事情看清那个情势。这1年多来，我们在面对中共武汉肺炎的时候起初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全世界是被中共当局给蒙骗了后来呢，是因为西方的某一些这个防疫专家、医生，他们看清了整个的疫情的发展，也在西方国家他们也看清了中共，以为他们没有能力发展这个东西。那我们不知道他那个东西怎么来的，有人说他们是剽窃来的。那因为他们能力不足，所以无法控制，在失控的这个状况之下，他们也遭殃，全世界都遭殃。加上一些防疫专家认为这个只是另一波的类流感的疫情而已，因此造成全世界非常严重的这个疫情跟死亡率。我们看清了疫情，错估了形势，使得疫情一发不可收拾。这个是一个负面的现象，也因为这样的经验，所以目前全世界在看到印度变异种的病毒传播的时候，就非常小心。那这个是好现象这个好现象。
相信大家对大卫杀死歌利亚的事情都不陌生。歌利亚的失败，基本上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他100%是输在他太看轻大卫，他太骄傲，他是以所谓的正规军事的判断，就凭身材嘛，大卫就是一个小屁孩；凭武力嘛，他没拿什么，也没有盔甲。凭气势吗？我们如果从经文上面来看，我们知道以色列军队根本就是未战先降了，投降哈。歌利亚不但是看清大卫，看清以色列军队，看清扫罗王，因此他就挑战以色列人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个人，使他到我这里来，他若能够跟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撒母耳记上卷17章第8节到第9节。因此他没有想到大卫会出奇招来攻击他，然后他就被打败了。原本气焰高涨，看清以色列军队的非利士大军，因此也溃败。今天的经文记载，当大卫开始要统治全以色列的时候，以前大多数隶属于扫罗统辖的这些军队呢，都纷纷的降服在大卫的手下，唯独那个固守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他们看清大卫。在这个情形其实非常像非利士人看清以色列军队的情形一样。他们对大卫说：“你永远进不了这个城，就连盲人和跛子都能够击败你。”多么骄傲啊！多么骄傲啊！最近在台湾的防疫当中呢，有一个数字157时常被提及。因为拥有这样智商的一位地方领导人物，他一再的看清中央，看清疫情，然后他宣称不用做疫调，不必做匡列，他说几个礼拜我就要把它清零了哈。这句话其实跟刚刚我们说的耶布斯对大卫说的，连盲人跟跛子都可以击败你一样的骄傲，不是吗？那我们看这2天，中央还是去帮忙了哈。那我们看到，因为全国确诊人数大多数与他领导的城市有关系，这2天他的确诊人数从第2名变成第1名了，已经最高的了哈。保罗对于骄傲的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提到说：“我在说，谁都不应该把我当成蠢材。假如你们要把我当成蠢材，就把我当蠢材吧，让我稍微夸口一下。我现在所说的不是主要对我说要我说的，我这样夸口只不过像一个蠢材在胡吹哈。既然有这么多人拿属世的事来夸口，我不妨也夸口一下。”坦白来讲，保罗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骄傲的啦，谁都有东西可以骄傲，但是不需要哈。所以像我们知道，保罗他讲的那个骄傲的人才是真正的蠢材，他是不用头脑的人啊。但是我们如果继续看今天的经文来讲，保罗他所要夸耀的不是他所拥有的身份啊、地位啊、他的呼召啦、他的人种啊等等的，他颠倒来看，他想要夸耀是基督的缘故，他所受的一些苦难。所以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就看得到保罗他讲的，他说：“我的工作更辛苦，坐牢的次数更多，更常受到鞭打，更多冒生命的危险。我被犹太人鞭打过5次，每一次照例就打39下，被罗马人用棍子打了3次，被人用石头打过1次，3次还遇到海难，
一次在水里挣扎24小时，在屡次的旅程当中，我经历了洪水的危险、盗贼的危险，乃至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危险，又有都市里的危险、荒野间的危险、海洋的危险。他讲的危险的最后一个是让我们要好好提醒、被提醒的。他说和假弟兄姐妹所造成的危险，这是来自教会里面的27节他又说，我又工作上劳碌困苦，常常彻夜不眠，忍受饥饿，缺乏食物，没有住处，衣不蔽体。这且不说，我还为各教会的事挂虑，重担天天压在我身上。其实我们可以明白保罗他的自述当中所提到的，基督徒受苦其实是不算什么的，但是遇到那个教会里面的假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一个最严重的，我坦白讲是最悲哀的原因之一啦。哥林多教会那一些骄傲看轻上帝仆人的这些人，都是他们夸耀自己的身份他们爱夸这个地位爱说谎这个都是保罗口中所说的，那算什么？保罗所夸耀的是，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失足犯罪我不满怀焦虑呢？如果我必须要夸口，宁可夸耀那些显示我自己软弱的事情。我们的主耶稣的父上帝，那位永远当受颂赞的，他知道我不说谎。他在指哥林多教会很多骄傲攻击人的人，他们都是说谎的。当我在大马士革的时候，亚里达王手下总督派警卫把守各城门，想要逮捕我，但是有人用大篮子从城墙的窗口把我坠下，使我逃脱了他的手。我们到底要夸口什么？夸口我们很厉害吗？夸口我们会造谣吗？会传播谣言吗？去重伤上帝仆人保罗吗？会看清保罗的身份、他的服事，还有他的呼召吗？这是基督徒应该要做的吗？这些情况在现在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存不存在？其实是有的因此我们真的是要被提醒，我们要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像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因此我们对那一些错误的事情呢，我们如果保持缄默跟参与其中，其实都是得罪了上帝。基督徒千万不要去看清同工，不要看清上帝的仆人，以及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情势，特别是现在的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